符合真實火機嘅合金份量，高可動，而且仲有呢個倒數30秒必殺技嘅機關，佢就係 Soho Liquid 砌合金時光戰士。今次合繪咧創咗暗紅色做一個底色，提升咗時光戰士純銀嗰陣時嘅閃閃效果。或者你會話，喂，用全黑色嘅盒，咪就係更加凸顯到啦。嗱，如果個貨架上面佢係一個單品嘅話，係啱嘅。只不過如果嗰間店有好多玩具嘅話，純黑咧就顯得佢唔顯眼啦，仲好低調添。加埋呢啲漸紅色，正好顯出佢嘅獨特性。我仲以為咧之前嘅燈喉咧已經夠晒勁抽啦，今次居然連時間停止倒數都有埋，我真係開心到癲啊！仲非常之咁驚喜。主體所有部分都係細右邊啦，有雙腿啦，咁仲有雙手。左邊係一啲完整嘅組件啦，同埋有2包嘅剪件咧，我哋需要處理嘅。咦，望一望，原來剪件嘅部分咧都好少喎，即係話今次咧偏向咧組合嘅部分比較多。大家唔好以為條片有問題，或者你個網絡出咗事嘅。我係專登咧停咗喺度嘅，因為我喺呢度咧發現咗一個秘密。咁至於呢個係一個乜嘢秘密呢？我將佢放喺條片嘅最後面。Ken 哥睇到條片嘅時候，不妨話個真相俾我聽啊！嗱，啲袋咧全部剪開晒啦，組件咧都拎埋出嚟。咁如果大家空間唔夠多，你建議可以好似我咁樣，利用個吸索咧做個儲存庫，喺有足夠空間存放嗰啲嘅備用組件啦，亦都唔使怕呢個地板精靈啊！咁而家就開始啦，今次嘅部件咧比過往啲細啦，而且都圓嘅，咁就拎上手咧就好易會跌咗嘅，咁所以咧就小心啲啦。剪件啦，咁小心翻水口位置要剪得正確。如果你精神或者視力唔係咁好咧，咁咪用啲輔助工具啊，幫助下自己提升翻呢方面啦。咁個頭蓋嚟嘅呢個斜嘅一邊喺前面，將佢同個頭嘅組件咧砌翻埋一齊。斜嘅喺前面啦，係咪？咁然之後到呢個後腦椎部分啦，貼住個邊緣剪落嚟就得噶啦。記得剪完之後收下啲水口。咁呢度正確方向指引啦，中間有一點嘅喺上啲，旁邊有2點喺下邊。口罩啦，都係貼住個邊緣剪落嚟啦，有角嘅位咧向上。之後咧就係眼鏡啦，非常之強烈建議你用個鉗幫手啊。優點咧就有自信，缺點都係太過有自信。還好啊，我手指粗都砌得到。咁之後到嘴巴部分咧，真係最後啦，冇其他嘅細件啦。呢度大家真係甩爛啊，放心啊！喂，恭喜你行到終點啦，個頭雕都係好靚仔。咁啊，打開個上蓋啦，露出中間球狀嘅連接點，放上去固定嗰個位咧，用力撳落去砌好佢。連接位咧有足夠嘅承受力咧，將裡面拉上嚟嘅，唔使驚咧，話你拉個頭嘅時候咧會甩出嚟㗎。安裝右後腳，右邊有2個窿。下面咧有凸起嘅凹槽，左邊咧係2條嘅幼軸。一陣間咧就將個主體嘅膝關節咧卡入去呢條槽裏面。右腳前小腿啦，2個幼窿對應翻之前嗰啲幼柱，闊邊呢度咧都係2個窿，下面少少凸起長條。到右小腿後方啦，闊邊咧有2個大窿啦，下面有凸起嘅長條啦，側邊有2個窿。剩翻最後一塊咧，咁又唔使解釋啦，直接砌上去。之後我哋就安裝埋個腳個外殼，因為腳個外殼嘅角咧都係直角位嚟嘅，其實都幾戒手下嘅。咁而且呢度需要用啲力去做呢個安裝啦，建議大家咧可以用啲布包住，先至用力撳實佢啦。小腿內側蓋，注意下面咧小長方同大長方對應翻小腿內嘅形狀嘅。呢個動作安裝咧，或者要接觸到外腿夾嗰啲尖角位啊，同樣啦，咁就小心啲，衡量翻自己需唔需要加翻塊布仔保護自己雙手。到安裝手臂啦，拉出個膊頭先，然後將個手臂插入去。咁有個小技巧嘅，如果你直接插入去嘅話咧，有1半以上機會令到個膊頭你縮翻入去咧，搞到安裝失敗。所以可以參考我嘅方法啦，手臂卡咗去之後頂向上面，再慢慢轉入去。然之後啦，就到呢個電池安裝啦，拉出機關轉到後面，黑色鎖扣位咧要向右邊推，咁就要成個電池蓋拎起。如果你只用手指甲咧，都有相當難度啊，建議你用啲1字螺絲批咧做下幫手。
咁要用3粒嘅鈾電池啦，左正右負咁安裝。電池大面積呢一邊嘅咧就係正極啦，右邊係負極，凸起面積細啲嘅。安裝方法可以參考以下建議啦。首先你將個時光電池咧打橫瞓低，逐粒小心咁樣盡量整齊排好佢。當最後一粒都放埋嘅時候咧，用力撳落咧就會好強制性咁樣將佢排好咧，然後就完全安裝好噶啦。拉出嘅腰部咧就會自動打開噶啦。咁當佢閃完嘅時候咧，佢自動熄咗啦。想再開啟嘅時候咧，就要縮翻入去再拉出嚟。頭可以完全旋轉啦，微微咁點頭抬頭。手臂咧亦都可以旋轉，前臂咧亦都可以屈曲。手掌係鉗形嘅，咁大家可以將佢左右打開。咁冇轉腰嘅，大腿可以踢上去啦，有一個膝關節。腳就唔轉得噶啦，亦都冇接地。咁呢度我拍漏咗膊頭，其實仲有個關節可以拉出嚟咧，同埋旋轉嘅。一陣間到動作展示嗰陣咧，可以睇翻。咁而家變火機啦，縮手縮頭呢啲好輕易啊，大家都可以做到。轉翻雙腳滑槽比較緊啊，除咗小心割手之外咧，亦都注意手掌要對正嗰個腳側嘅卡槽先好推入去。如果唔到位，你夾硬拱入去咧，就變咗件壓件咧，就造成破損嘅。嗱，圓柱形嘅火機極之懷舊啦，做工都好精細，分割線好緊密，加埋用咗上乘嘅材料啊，真係冇嘢可以挑剔。打開蓋你會見到個頭，吹毛求疵嘅，所以見到係打火機零件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必然係過分噶，而且都係一個不必要嘅要求啦。機械模式咧都做足晒功課嘅，完全做好晒本分。頭條之前砌嗰時候你都睇過啦，而家再睇下，都係忠於原著，極之靚仔嘅做得。可動啊 OK 啦，始終設計上面有好多規限噶嘛，風格咧亦都係屬於上個世紀噶啦。咁都做到唔少動作，已經係好好噶啦。角色個人特色必殺技亦都好忠實咁呈現翻出嚟，呢個位真係最感動啊！今次時光戰士開箱到呢度啦，覺得內容資訊有用，不妨將佢分享出去，亦都歡迎留言討論。訂閱讚好，收取最新影片通知，第一時間收睇新影片。歡迎繼續瀏覽頻道裏面900幾條影片噶。嗱，開頭嗰時我講我發現嘅秘密咧，就係吸索左邊有個大小啱啱好粒槽。佢係啱啱好可以收納到時光戰士嘅火機形態。喂，呢條粒槽好明顯係專登嘅喎，只要將吸索調轉嚟擺埋入個盒度咧，即刻咧就可以做到 display 盒，亦都可以 keep 到個盒。喂，Ken 哥話俾我聽，呢個係你俾大家嘅小心思咧。